念佛往生是真的，來佛二乘永施集。序。喺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蹟嘅時候，我哋突然發現佢係一位佛門再來人。佢為我哋住世表法細緻、深刻、全面，或者係我哋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嘅緣故吧，致令我哋冇多啲去想，亦冇嚟得切去享受品味，以致冇更深層次咁去體悟。咁我哋今日就去還原一個原本就立體、豐滿、福慧具足、真實嘅1,000,000年一遇嘅僧寶形象啦。112歲老僧，每日劈柴除草做農活。112歲老僧，上樹擇柿。112歲老僧，穿針引線縫僧袍。112歲老僧，戒殺放生度眾生。112歲老僧，栽種奇花瞬間開。112歲老僧，靜中導師為之稱讚挽聯，墓自明。112歲老僧，預知時至，自在往生極樂邦。一位高僧嘅真實生活寫照。念佛往生是真的，來佛二乘永施集。賢公和尚，佛門榜樣。茫茫寰宇，無限太空，浩浩神州，中華大地，一度係人類文明發展嘅搖籃。中原沃土，人傑地靈。虛雲法師、弘一法師、印光大師、元英大師，位於中原之中嘅河南南陽，更加係聖賢輩出，中原四聖譽滿天下，高僧雲集，舉不勝舉。天然禪師，慧中國師，被譽為南陽和尚嘅神會法師。近代淨嚴法師、體光法師、海默法師。圓寂。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臘月初6凌晨，喺中原南陽來佛寺呢座極唔起眼嘅鄉間小寺廟裏面，有一位大德高僧，112歲嘅上海下賢老和尚，預知時至，完成咗住世表法嘅使命，無諸苦痛，瀟灑自在，安詳示寂，捨報歸真，坐蓮台往生極樂。世壽112歲，真納92載，戒納90春秋，令無數見聞者嘆羨不已。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曆壬辰年臘月12日上午，山蓋林立，幢幡排空。海賢老和尚嘅弟子印智、印涵、
印榮等法師同諸山長老以及嚟自南洋同埋全國各地嘅3000多名淨宗學人，為老和尚念佛誦行。清泉寺嘅印生和尚、奧原寺嘅演教法師、玉山寺嘅妙寶法師參加咗裝缸入塔法會。老和尚嘅弟子印智師誦讀咗祭物。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曆壬辰年臘月12日，印是上海下賢老和尚法體入缸法會，不肖弟子眾等端身正義，恭奠於恩師法體之前，上達恩師祈諸佛菩薩曰：聖哉賢公，人中抱雄，三界師表，法門像龍，少懷壯志，少龍佛種，拜別辭親，出家為僧，嚴持正戒，勤修梵行，90餘載，善始善終，律己秋氣，待人春風，以身垂範，普利群民，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桃李不言，下至繫成，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來佛古寺，因師而名，絲今歸去，福慧圓通，花開見佛，徹悟無生，不肖弟子拜瞻聖容，其師在來，莫捨還名。今立誓願，我佛正聞，於師教誡，信受奉行，同心同願，眾志成城，六和道場，八忍家風，廣演正法，利樂有情。南無阿彌陀佛。預知時至，農曆臘月初6，濃霧微空，似乎喺度向世人宣說住啲嘢。平時老和尚每日凌晨3點都會一早起嚟上香拜佛念佛，而依日早晨人哋上完早課，睇到不嬲節儉嘅師傅房間仲着住燈，弟子入去先至發現，我哋最尊敬嘅上海下賢老和尚娑婆印懷，淨土文成，永遠離開咗我哋。呢個時候，大家回憶起嚟，先至覺得老和尚最近有好多異於平常嘅舉動。老和尚平時大聲念佛10分8分嘅，就瞓落嚟細聲念。琴日夜晚打住引磬念佛念咗半夜，我哋亦冇在意。印寶法師講，老和尚圓寂前一日下晝，仲喺來佛寺門前嘅菜地裏邊，同弟子一齊淋水掹草，平整翻土，一直做到天黑。眾人都勸佢休息，佢講：做完咗，以後就唔再做啦。師父呢番話，當時只係做平常話，而家諗翻起嚟，因師話裏邊有話，一語相關啊！我哋愚癡，未能夠警覺啊！海賢老和尚往生嘅20日前，去到桐柏縣平氏鎮嘅古峰寺
探望佢共修多年嘅老朋友鐵腳僧印強法師。喺路上邊，老和尚拉住陪佢一齊去嘅老護法春生居士嘅手就講：我好快要走啦，老佛爺叫我去啦。春生老居士唔願意聽到師父講咁樣嘅說話，就截住咗佢嘅說話，唔俾老和尚繼續講落去，仲勸慰寬解咗老和尚一餐。離開孤峰寺之後，老和尚又去到佢出家剃度時嘅寺院，同曾經常住修行過嘅寺院各自睇咗一餐，對弟子講：以後我唔再嚟啦。眾居士都係睇到師父嘅身體仲好，就冇再諗。翻嚟之後，對寺裏邊嘅幾個弟子講：我過唔到今年啦。大家都不以為然，因為眼見師父身體非常之健康，都冇少少異常，點能夠話走就走呢？而家諗翻起嚟，係老和尚預知時至，喺度同大家告別啊！老和尚圓寂之後嘅第3日，弟子揭開往生被，瞻仰老和尚嘅遺容，好驚奇咁發現，老人家面帶微笑，嘴唇泛紅，眉毛、鬍鬚同頭髮竟然由白變咗黑。在場嘅幾十位淨宗學人又一次真切咁感受到彌陀願力嘅不可思議。空有菩提，何必臨時抱佛腳？身無俗念，自然極樂在心頭。大家喺事後細心諗翻起嚟，原來老和尚係一早已經預知時至，喺度向大家告別啊！人生70古來稀，言師係點樣嘅修持，能夠得享百歲高齡，身心健康自在，臨終預知時至，安然回歸極樂嘅呢？呢個係幾多修行人一生不停追求嘅境界。師已西去，餘音在耳。人生70古來稀，喺當今物欲橫流嘅金錢社會，紛繁嘅環境裏邊，言師係點樣嘅修持，能夠得享百歲高齡，身心自在得以解脫嘅呢？點樣將清淨心同平常心修煉成功嘅呢？懷住敬慕，帶住疑問，喺老師傅嘅高足印智法師同印涵法師嘅帶領之下，我哋不肖弟子一行數人，沿住桐柏山脈，探尋老和尚走過嘅足跡。家史：言師俗姓文，名川言，字清選，祖居豫南塘河縣少拜子鎮，生於晚清光緒26年8月19日。父母同祖父母都係虔誠嘅佛弟子，耕讀全家，樂善好施，俾鄉下裏面讚為大善人。俗話講：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言師姐妹5個人，父母喺苦難入邊將幾個兒女撫養成人，其中嘅苦楚自然係不忍清說。言師12歲嘅時候，
家鄉大旱，父親出去逃荒乞飯，喺湖北徐州遇到土匪搶劫，火燒村莊，父親就擔水救火，後嚟被返去查冊嘅土匪監生咁打死。劫後返到村入邊嘅村民睇到一群餓狗喺度為維護佢哋家園嘅恩人而守屍，睇見嘅人冇話唔痛哭淚流。狗尚且咁樣知恩報恩，何況係人呢？村民眼含熱淚，幫助母親送屍還鄉，以長輩之禮去安葬。師父7、8歲嘅時候，被發生喺自己身邊觸目驚心嘅幾件事警醒咗，對堅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嘅道路起咗好大嘅促進作用。嗰陣時喺老家，伯媽品性唔好，非常霸道厲害，同家人鄰居經常嗌交同埋打交。曾經有一次，佢鬧同打五嬸嘅時候，將五嬸嘅衫都撕開同埋剝光晒。喺後嚟接二連三咁發生咗好多當時仲唔知道係惡因招致嘅惡報。伯媽接連生咗4個仔，都先後夭折。最後伯媽條脷都被自己嘅牙齒咬壞咗，就係人哋俗話講嘅咬親條脷，鮮血直流，以致發展到成條脷都俾自己咬咗去，食飯都食唔到啊！後嚟伯媽喺32歲生女坐月嘅時候，亦痛苦咁死咗啦。當時死亡嘅嗰個慘象，將姐姐都嚇到有精神病。伯爹亦連氣帶病嘅離世。當時母親對佢講：為人要和善寬厚，千祈唔可以作惡造罪啊！母親嘅話深深咁印咗喺佢腦海裏面。師父12歲嘅時候種咗一個大冬瓜，但係被堂細佬偷咗，佢就細聲念誦：邊個偷咗我嘅冬瓜，就叫佢生瘡有病。點知道3日之後，佢嘅堂細佬真係臥床不起。嬸娘揾到佢講：你唔好再念啦，你細佬只係摘你個冬瓜，你就咒佢全身生瘡，痛到嗌救命。後嚟佢就盡快念誦，快啲叫佢好返，快啲叫佢好返。堂細佬好快就真係好返。哇！人嘅念頭竟然有咁大嘅威力，有咁大嘅作用啊！以後再唔敢恨人怨人啦。佢對人生有咗深刻嘅思考。呢件事對佢以後堅信念佛法門，能夠成就正果，奠定咗堅實嘅基礎。18歲嘅時候，賢師隻腳生咗痈瘡，大幅潰爛，母親為佢四處訪求名醫，但係完全醫唔到。師父已經知道呢個係因果，嘆息咁講：妙藥難醫冤孽病。跟住就放棄醫藥，從朝至暮一心清念觀世音菩薩聖號。1個多月之後，患疾唔使醫都好返。師父就係咁更加堅信佛語至誠，的確唔係大話。菩薩所言度一切苦厄，果然唔係呃人。
經歷咗呢個生死大劫，亦令言師深刻領悟到輪迴路險，死生事大，跟住就生起出離之心。民國9年，師父20歲，決意拜別慈母，投喺銅柏山太白頂雲台寺相傳下界老和尚嘅座下。老和尚親自為佢剃度，賜法名叫海賢。言師喺23歲嘅時候，去到湖北榮寶寺受具足戒。傳戒師本來係臨濟宗白雲系嘅一代大德，但係都冇教言師參禪打坐，亦冇教講經說法，只係傳六字洪名，囑咐佢一直念落去。結廬共修。言師曾經先後喺銅柏山嘅普化寺、雲台寺、塔院寺常住，開墾過14片荒山，幫助人修建過11所道場。曾經同宗門高僧海默法師、字大克、體光法師、法名印元一齊喺塔院寺結廬共修。海默法師出身書香門第，曾經係黃埔嘅學員，好鍾意研究經教，擅長演說。1968年，海默法師閉關念佛，求生極樂，最後預知時至，枯坐而寂。體光法師根性非凡，曾經親近過虛雲老和尚、玄英法師、來果禪師等等大德高僧，深得虛雲老和尚嘅嘉許。2005年臘月，體光法師端坐入面，被公認為係得到虛雲老和尚心印嘅人。古德講：心智虛時能受益，是非經過不知難。言師每次提及呢段往事，冇話唔極力讚嘆呢兩位法師嘅修持功夫。佢自卑而尊人嘅廣闊胸襟，令人不知不覺咁從心底由衷嘅生起欽敬之意。逆境精進。1969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紅衛兵到寺院裏面焚毀經書佛像，壓迫真人還俗。萬法因緣生，緣盡法還滅，眾生共業所感，歷史潮流所言。即使係菩薩應世，亦只有無可奈何。言師被安排到山下面嘅村裏面做生產隊長。當時唔准許念佛，佢就喺心裏面默默咁念；唔准拜佛，佢就喺夜晚偷偷咁拜。大鍋飯裏面有葷腥嘅時候，佢就食鍋邊菜。更難能可貴嘅係，言師一直為大眾示現住珍寶嘅形象，冇除去真袍。因為言師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團和氣，大家都願意親近佢，親切咁稱呼佢文齋公。後嚟等形勢稍為鬆一啲，又趕返去寺院。寺院冇咗戶口，全靠喺山上挖野菜，喺樹上摘野果食，艱難度過咗一個又一個年頭。好多年之後，當弟子向言師問起當時
點解堅決唔肯還俗嘅時候，呢位並未讀過書嘅老人竟然開口講咗幾句蓋天蓋地嘅說話。學道當知心是佛，修行應以戒為師。出家再返家，不如不開花。文革期間，紅衛兵毀滅咗全界師嘅舍利塔，但係並冇睇到靈骨，覺得十分驚奇。後嚟，嚴師喺塔下嘅一塊青石板下揾到咗全界師嘅靈骨，心裏面暗暗讚嘆老和尚真係唔簡單，確實有洞察乾坤嘅超人智慧。於是將全界師嘅靈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結束之後，先至同多位同門師兄弟將師傅嘅靈骨重新建塔安葬。來佛古寺。1976年，文革宣布結束，南陽同社旗嘅好多護法居士相約到塔院寺迎請嚴師前嚟住持正法，恢復來佛寺嘅學佛道場。南陽來佛古寺位於河南省社旗縣繞梁鎮西南。相傳喺隋唐年間，有楊策鎮梁雙王居士揸牛車去玄潭鎮賣糧食，途中遇到咗3位老人搭車同行，行到深夜就喺路邊停車休息，等到第日黎明，竟然見3老已經化為3尊石佛，眾信士因為咁就喺呢度興建道場，取名叫來佛寺，即係佛陀化身嚟呢度嘅意思。只因飽經戰亂同10年浩劫嘅種種磨難，嚴師心偶憶大師讚嘆蓮池大師時候所講嘅：只要兩腳着實，不求門庭好漢。因為咁，就修葺起大殿3間同西廂房嘅羅漢殿3間，所供奉嘅聖像都係泥做嘅。玉身菩薩數經滄桑變遷，幾度江山易主。當年殿宇軒昂，如今盡還太虛。但係雖是空門凌落，幸起正法猶存。古語有講：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就喺呢座一啲都唔起眼嘅鄉野荒庵裏面，就係呢啲泥造嘅佛像同破舊瓦房，竟然成就咗震驚寰宇嘅2位神僧，112歲自在往生嘅上海下賢老和尚，同佢嘅師弟玉身菩薩上海下慶法師。海慶法師俗姓李，為富貴，祖居豫東南拔陽縣，生於晚清宣統元年。因為出身寒微，未曾習書學問，但係天性仁厚，生出嚟賢孝之禮。11歲皈依三寶，禮遠東羅漢山清涼寺全東法師為剃度師，賜名海慶。師42歲入來佛古寺常住，專修淨土，老實念佛。1989年去白馬寺受具足戒。
1991年臘月11日，師談笑示寂，自在生西，世壽82歲，真臘71年。師坐江6年9個月之後，佢嘅屆兄上海下賢老和尚發心為佢荼毗入塔，壽光開啟，眾人驚嘆。只見慶師枯坐危然，面貌如新，甚至所着嘅衣物亦纖毫無損。四眾知道係金剛法體，全身舍利，於是將佢供奉寺裏面，招募禮拜。2006年，廣州大德李元天居士因聞慶師聖跡，倍生敬仰，就發心為佢貼金供養。最初閱讀慶師嘅生平，似乎覺得平淡至極，除咗一聲阿彌陀佛聖號，竟無他物可言。但係世家換嚟，一門深入，長時熏修，乜唔係師暗合道妙之處咩？心下回悟，此信大道至簡，生佛不易，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只有正業學人為師讚揚，一句彌陀法中王，70年來心中藏。不參禪理不言教，不解經咒又何妨？信心願切直念去，自然花開極樂邦。留此金剛不壞體，正轉法輪度迷茫。世觀佛手低垂處，恰似六祖駕慈航。金錢祈禱蓮台下，求師引我出夢鄉。2005年，已經係104歲高齡嘅賢師，為咗同慶師裝飾金身而遠赴廣州，同西藏11世班禪阿爾德尼不期而遇。呢位年輕嘅法王子將賢師奉若活佛，自誠邀請同賢師共進午餐，同埋合影留念。國際著名書畫家張允田先生見賢師年過100歲，依然身體康健，頭腦清醒，專登向老人家請教養生嘅秘訣。老人家講，呢啲都係得益於持戒精嚴、老實念佛嘅結果。張先生至誠頂禮，讚嘆賢師如趙州和尚在世，當即揮毫引咗一首楊萬里嘅詠谷詩讚賢師：物性從來各一家，誰貪寒瘦厭年華？菊花自擇風霜國，不是春光愛菊花。一日不作，一日不成；一日不作，一日不成，係古代佛教叢林嘅農禪舊制。而老和尚直到往生前一日，仲喺寺院門前翻整菜地。112歲高壽嘅佢，思維敏捷，身心康健，從來冇德高望重、年歲大，需要人照顧嘅諗法。佢唔單止生活自理，仲堅持農田勞作。凡係佢常住嘅寺院或者佛堂，遷佛寺、來佛寺、圓明寺、舍其居士林、南陽義烏念佛堂、
六方佛堂都有佢好多好多謀生嘅農具。農具壞咗，佢就親自修理；衣服爛咗，亦親自縫補。自己嘅事情唔會麻煩人哋。賢師曾經先後喺銅柏山嘅桃花洞、雲居寺、塔院寺常住。嗰個時候，因為山道崎嶇，寺院偏遠，人跡罕至，好少有居士同鄉人供養，所以僧眾一日三餐生活全靠自己操持養活。即使大家嘅生活極簡單清貧，但係如果冇自己嘅辛勤勞作，真係連食飯都成問題，更加唔使講能夠念佛修持。嗰個時候佢年輕勤快，做乜嘢都唔會慳力，凡係擔水、洗菜、煮飯、洗刷鍋碗，樣樣做到前頭，盡量唔令師兄弟插手。心裏邊總係想住令佢哋有更多嘅時間修習，同時將寺院上下內外甚至廁所海鹽都打掃整理得乾淨無染，令人置身於舒適嘅環境之中。就連師兄弟嘅衣物、佛飾同寺院法器都及時清洗整理，唔沾染泥污。難怪當時傳戒恩師對徒弟好多時講：海鹽係喺實際生活裏面修佛啊，呢個最難得。佢曾經開墾過14片荒山，幫助人修建過11所道場。佢住過嘅寺院都保存住有平時做工嘅農具，走到邊度做到邊度。佢一日到晚都唔得閒，乜嘢工作都做。2011年秋天，師父爬上自己嘅石塔，用手掃去厚厚嘅積草，坐喺塔頂，夕陽之下，深深咁凝望西方。居士清楚咁記得，喺佢112歲，大家到寺院探望佢嘅時候，佢正喺度將自己掘出嘅一個大樹突起嘅部分進行破解，準備寺院裏邊煮飯時候用。下晝又孭住竹籮到寺院種嘅粟米地裏邊收摘粟米穗。當佢坐上居士接佢到南陽嘅轎車嘅時候，仲時時回頭，一次次張望住寺院門前嗰一排怒放嘅雞冠花，同佢親自栽種嘅名字叫7點半嘅稀世奇花。7點半花開，花開見佛。一花開時百花開，嗰個係佢親手栽種、淋水、掹草、細心管理，先至開放出咁火紅美麗嘅雞冠花，映襯住112歲老和尚純真、純淨、純美嘅心境。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海賢恩師一生冇豪言壯語，從來唔做經懺佛事，但係佢不論閒忙，佛號從不離口。佢嘅一言一行，佢嘅一舉一動，都喺度向人展示佛法嘅微妙，都含有無上禪機啊！佢仲對我哋講：念佛修行要能吃苦，
以苦為師，以戒為師，唔能夠貪圖供養享受。佢形象咁講：吃苦啦，穿補啦，想當和尚，會當婆娘。係啊，我哋親眼見到，即使而家佢已經112歲啦，如果去到邊度，都係帶住針線包、針錐、剪刀呢啲小工具之類，凡係自己用嘅、着嘅，全部係自己洗，自己縫補嘅，從來唔開口麻煩人。佢話：我仲能喐，眼又冇花，能夠做嘅自己做，乜嘢都叫人伺候，咁就退波啦。2012年3月，老和尚喺圓明寺參加觀音法會，弟子印榮法師孝敬佢一件僧袍，老和尚試着一下，覺得有啲長，即刻除咗落嚟，自己飛針引線亂起咗袍邊。呢一幕俾參加法會嘅居士拍咗落嚟，成為世間最為珍貴稀有嘅鏡頭。孝親尊師，世界上有一種情感唔能夠忘記，呢個就係母愛；有一種事情唔能夠等，呢個就係孝。賢師嘅二哥同埋細佬相繼去世之後，賢師就將媽媽接到銅柏山上孝養。1957年冬天，媽媽突然提出要返老家居住，賢師苦苦相勸，始終唔能夠挽留，只好順從媽媽返鄉下，暫且住喺生產隊菜地裏面嘅2間茅屋。夜晚，老媽媽食咗一餐自己親手包嘅餃子，帶信要佢嘅囡囡同侄女都返嚟。第二日中午，只係飲咗一啲囡囡帶返嚟嘅罐頭汁，自己又到廁所方便之後，坐喺椅上，講咗一聲：我走啦。只見佢嘅頭一歪，老媽媽就真嘅走啦。佢86歲自在而逝，亦係因為當時條件非常嘅困難。賢師為媽媽念佛3日之後，只能用一副薄板棺材將媽媽簡單埋葬咗。咁樣令賢師好多時牽掛喺心，深感對唔住媽媽嘅無邊心恩。8年之後，賢師發心為媽媽遷墳樹碑，點知道掘開墓穴，竟然空無一物，只有幾口釘棺材用嘅大釘啫。三世諸佛，淨業正因。蓮池大師講：父母離塵垢，子道方成就。至於賢師之母係唔係菩薩應化，好似達摩祖師掛鞋咁遊戲神通，我輩凡夫自然係不敢妄斷。但係賢師對慈母至純至真嘅一片孝心，就足以令我感動至知。喺佢被紅衛兵勒令下山還俗嘅時候，爬開咗全戒師嘅墓塔，但係墓穴空空，只好算啦。賢師喺墓穴底下嘅石板下面揾到咗師父嘅骨灰，先至知全戒師係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先至將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憑紅衛兵點樣逼問師父骨灰嘅去向，佢即使歷盡磨難，始終守口如瓶。師父嘅骨灰先得以保存。至到1991年，
可言老和尚又親率弟子為師傅喺銅柏山桃花洞旁邊重新修塔安葬。喺長達幾年嘅時間裏面，冇香火供養，幾乎係可言一個人辛勤勞作，供養5個年老體弱嘅老和尚，直到佢哋一個個往生。無論係喺寺院，抑或係喺佛堂，每年嘅清明節或者係10月1日，佢都會好多時提住：我要盡快返去。10月初1馬上到啦，我要再返去老家上墳祭祖，仲要到銅柏山寺院再去祭拜我嘅師父。可言係孝親尊師嘅典範。喺佢所示現嘅8年修持生涯當中，令世人清楚咁睇到同埋認識到佛教係圓滿嘅因果教育，係同現今世人生活當中嘅倫理道德緊密結合嘅，絕對唔係可望而不可及嘅空中樓閣，或者係世外桃源。花開見佛，老和尚嚟南陽，都喺義烏念佛堂劉居士嘅屋企住。佢總係喺夜晚裏邊2點幾就起身，上香念佛、拜佛、繞佛。一日嘅朝頭早，香爐裏邊插咗12支香籤，好奇咁問佢：師父，今日點解上咁多支香呢？老和尚講：天機不可洩漏。我講：我唔洩漏，你淨係對我講。停咗一下，佢又講啦：我睇見滿天都係阿彌陀佛，所以先點滿爐香。又有一次，劉居士試探問佢：師父，你總係睇見阿彌陀佛，佢有冇同你講咗啲乜嘢啊？師父講：我乜嘢都知道，天機不可洩漏。停咗一下，又講：老佛爺唔俾我走，叫我表法啊，做個樣俾大家睇下。佢睇到居士拜佛嘅姿勢雜亂，唔夠威儀，即刻同大家做示範。拜佛心要誠，隻涼板要平，放碗水都唔捨。拜落去時姿勢要似青蛙。邊說邊拜，示範咗幾次。平時佢從來唔喺拜墊上邊拜佛嘅，都喺地面上邊拜，對佛恭敬真誠到咗極點。佢講：拜佛係要拜出自性，拜出清淨心啊！海賢老和尚對我哋講：喺佢眼裏邊，一切都好，冇嘢係唔好嘅。見到乜嘢都話好，見乜嘢都開心，心裏邊先至能夠經常充滿法喜，心裏邊先至能夠清淨，先至冇煩惱，先至唔會發嬲恨人，冇呢個好嗰個壞之分，亦冇呢個好食嗰個唔好食嘅，一切都隨緣，心裏邊就安心踏實啦。先輩尋常語，人間未見書。眾居士不約而同一齊念彌陀聖號，深感震撼。一團茅草亂蓬蓬，麥地燒天麥地空。爭似滿爐煨骨篤，慢騰騰地暖烘烘。慈悲為懷，
同心同趣。言師一生性情溫和，慈心愛物，真誠善待一切眾生。冇人見過佢老人家發過脾氣，亦冇見過佢毀謗輕視過任何人。無論男女老幼、僧家俗家，親近言師嘅人冇話唔生歡喜心。老人家曾經多次教誨弟子講：寧可分口念佛，不可數口罵人。每當舉行大型放生法會嘅時候，佢總係提前準備好僧衣、法器，及早晾洗，乾淨整潔，好早嚟到法會現場，自始至終保持慈悲微笑，又不失佛教威儀。白河放生法會，老和尚盡力將瓶裏面嘅甘露普灑眾生，形成咗佢一生表法嘅寫照。喺接受居士問訊供養嘅時候，總係滿臉慈悲、親切和藹，令每一個居士感到無比嘅溫暖同埋幸福。供養佢嘅錢全部留喺所在嘅寺院或者佛堂，作為放生或印經書嘅資金。當居士要求同佢合影嘅時候，又總係主動配合，不厭其煩咁同一批批居士合影留念，或者單照，或者多人照，或者全家福照，盡量滿足居士嘅心願。往往一個法會要從早晨直到下晝1-2點，但佢一直精神飽滿，冇一啲厭煩同埋疲憊之舉，令居士深受感動。要知道呢個係一位80幾歲嘅老人啊，年青人都覺得攰，唔通佢唔感覺到攰咩？特別係當老和尚又跟車到山上放生雀鳥嘅時候，佢深情咁親手打開鳥籠，用充滿慈悲嘅眼神望住一隻又一隻飛向樹林、飛向藍天嘅小鳥，滿係皺紋嘅臉上總係洋溢住平和同慈祥。有一日，老和尚好似往常一樣，午後唔休息，到寺外面種嘅粟米地裏面行咗個圈，邊走邊默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呢一片粟米地平時辛勤耕耘，用作寺裏面珍重同居士掛單嘅生活補貼。當佢行到東北角嘅時候，突然聽到粟米地裏面一陣唰同埋錄嘅聲音，順住聲音向地裏面去睇，只見一位壯年村民正喺度偷搣粟米穗，裝喺大布袋裏面。嗰個人睇到佢緊張咁，驚到不知所措。老和尚即刻做手勢，輕輕咁對佢講：唔好急，你要搣就揀大嘅嚟搣。講完就行咗過去。以後每當嗰個人見到老和尚嘅時候，眼神裏面都充滿欽佩同埋敬仰。寺院外面有塊閒地，平時種啲菜同埋雜糧。行人有時行路唔小心會踩到幼苗，我想將呢個路邊塞住。咁啱旁邊有2個閒置冇用嘅大石滾，係農民過去碾場用嘅，就過去推石滾。由於石滾太大太重，我出力喐咗幾下，喐都唔喐。海賢師傅睇到之後，走過嚟彎低腰，一出力就將大石滾推到去地邊路口，
都唔知係點樣搬喐嘅，仲一直猜測住師傅邊度有咁大嘅力量。可言師傅真係菩薩心腸，對眾生慈悲到咗極點。喺寺院內外，可言師傅睇到有貓狗嘅小動物來回出入，就將供果食品分俾佢哋食，同埋吩咐我哋唔好打，唔好傷害佢哋。佢話呢啲都係眾生，同我哋人係一個樣，都有靈性啦。我同師傅喺寺院開咗荒地，喺有工作要做嘅時候，可言師傅都係話：你唔使做啦，我嚟做，你去念佛啦。佢經常對我講：念佛念到一定嘅時候，唔理乜嘢時候都喺度念佛。唔好睇我喺度做工啊，我都喺心裏邊時時念住佛噶。我明白啦，師傅將時時處處都睇成係念佛修持嘅道場，處處都係喺念佛禪定裏面啦。2008年嗰年夏天，我正喺大殿前面誦無量壽經，被南面刮嚟嘅燒和敬嘅濃煙燻煙到直流眼水。因榮對坐喺旁邊嘅可言師傅講：煙氣咁大，燻到都誦唔成經啦。佢老人家隨手攞起一個塑料編織袋，向南潑咗幾下，濃煙果然好聽話咁掉頭向南走過去啦。我一下子驚呆咗，抬頭睇下師傅，仲係咁泰然自若嘅樣。2008年夏天，好多日冇雨，種嘅菜葉都曬到捲埋枯咗啦。寺裏面亦冇電視，亦唔知道天氣預報有關氣候變化嘅情況。有日下晝，師傅叫大家同佢一齊將寺院裏面排水溝全部疏通一次。大家心裏煩悶，晴朗嘅天旱成咁樣，邊個會諗起清理水溝啊？亦唔敢多問。點知第二日就落起咗傾盆大雨，足足落咗幾個鐘頭。由於提前疏通咗排水溝，寺院個個房間都冇入水。當時我哋就沉默咁諗，師傅老人家係點樣感知天氣變化要落雨嘅呢？係呼風喚雨解除民憂旱情呢？抑或係有未卜先知嘅神通呢？巍巍身軀無常生，只為眾生是法演。竭盡全力潑甘露，但願眾生悟真緣。願老和尚往生極樂，憐稟真相。願老和尚早日倒駕慈航，成願再來，廣撒甘露，普度眾生。阿彌陀佛。印身法師講述咗可言法師救狼嘅傳奇經歷。當可言師傅睇到圓明寺寺院觀音殿前大梧桐樹枝下垂過低，妨礙來往信眾，就攞住斧頭鋸爬住樓梯上到樹上修剪樹枝。112歲嘅老人啊，萬一有個閃失點算呢？高興嘅係師傅都100幾歲啦，仲能夠自己上到樹上面做呢啲工，真係我哋佛門嘅珍寶啊！師傅好似係睇穿咗我哋嘅心思，笑住講：冇事冇事，有佛喺心裏邊，我喺度念緊佛啊！2012年農曆8月初9，南陽幾位居士到來佛寺探望言師，
嚴師喺送佢哋出寺院嘅時候，突然童心大發，親自搬住木梯，爬到寺院裏面柿樹上摘咗一籮柿，落嚟之後一一分送俾每位居士。大眾見到呢個場面，冇話唔嘆為觀止。一位居士攞出攝像機，為大家錄低咗呢段精彩至極嘅資料。睇住80幾歲嘅老和尚爬高爬低嗰種慈悲真誠，居士將柿捧喺懷裏面，眼眶裏面湧出咗淚水，同時亦令居士高興。敬佩不絕嘅係，老和尚咁高年齡啦，仲咁硬朗，真有福報啊！睇到呢度，唔知大家除咗驚嘆之外，仲有咩感想呢？佛門有聯語講：頭起針來，果能羅十億經，寸金易化。吃了飯去，不學彌勒大肚，滴水難消。能夠好似嚴師嘅人，千年試問有幾多個能夠相比呢？豈有此理，說也不信。真正絕妙，道者方知。唐代禪門高僧趙州和尚，因為80行腳而被傳為千古美談，但係要同我哋呢位只會稱念一句彌陀聖號嘅方庵老僧相比，恐怕連趙州禪師自己亦該自嘆不如啦。六字洪名之微妙難思，喺呢度亦可見一斑。布施忍辱。從前有一段時間，嚴師睇到幾個師兄弟喺旁邊總係對佢指指點點，好似喺度議論住啲乜嘢，亦唔在意。直到有一日，師父將佢叫到去方丈室，問佢係唔係同某個女居士發生唔正當嘅關係，係有人親眼見到先至向佢報告嘅。直到呢個時候，海賢先至明白，原來係有人誣陷自己嘅清白。佢當時對師父跪落嚟講：徒弟海賢我絕無此事。似乎謊言講咗100次就會變成真咁嘅。呢件事越傳越離奇，簡直講得有時間、有地點、有鼻有眼嘅，令海賢受到咗排斥。一啲師兄弟亦唔中意同佢接近，但係佢嘅心情好平靜，相信總有一日會真相大白。冇幾耐，一個外出嘅師兄翻去寺聽講之後，馬上企出嚟澄清，當住師父僧眾嘅面，證明嗰幾日佢同海賢師弟一齊喺山坡上邊收粟米，係山下村民嚟幫手做工。佢一直同海賢住埋一齊，絕對冇發生任何事情。呢個時候，海賢嘅清白先至得以澄清，但係佢一直冇半句埋怨同指責講大話嘅人。喺海賢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裏邊，盡自己全力為社會弘揚淨宗道場，示現咗住世佛菩薩嘅慈悲形象。雖然老和尚冇叱咤佛界嘅驚天動地之舉，但係佢嘅慈悲、純正、純善，正係俾世人留下咗
永遠不可磨滅嘅印記。海賢老和尚從來唔做乜嘢佛事經懺法會活動，只係叫人專念阿彌陀佛。每當佢接受社會同居士供養嘅時候，都係將錢財物留落嚟印經書同用喺放生，或者用喺修建道路同改善寺院環境，不留分文，唔留拐杖同戒指，只有隨身嘅法衣同一個念佛嘅心。100多年以嚟，經過佢雙手開挖嘅土地上百畝，供養嘅僧眾居士成千上萬，參與修築當地橋梁、河道、房舍不計其數。由佢親授嘅弟子出山之後，遍布大江南北，真係桃李滿天下。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馬寺等等名山古剎裏邊嘅徒弟徒孫不勝枚數，而且大多擔當寺院道場嘅主事負責，分別喺唔同道場傳承師道，弘法利生。多年之前，電工月底去收費，老和尚講，同上個月用嘅數量比，呢個月點解咁多嘅？呢個壯年人二話不說，啪啪就打咗老和尚2巴，強行收咗費。當時老和尚一聲說話都冇講，但係在場嘅其他人就好嬲，好多人抱不平。老和尚攔住講，忍忍算啦，能夠忍，心裏就安寧。佢打咗算係同我拗痕，吐口水到面上面當係洗面啫。同人唔好爭高論低，就冇煩惱，忍者自安啊。有一年，當地一位幹部生咗一場怪病，久治不愈，十分嚇人。到醫院裏邊就係檢查唔出病，人哋都講係嗰個幹部對海賢老和尚太苛刻惡毒而受到嘅報應。原來主持寺院嘅海賢打算喺寺院地上邊起屋供養信眾，但係嗰個幹部偏偏唔俾起，千方百計予以阻撓，仲當住眾人嘅面用手指督住海賢師嘅面，羞辱咁講：就憑你要將呢間屋起起嚟，我呢個幹部就唔做啦。賢師一言不發，亦唔嬲，亦唔爭辯。後嚟呢位幹部出外翻嚟，賢師已經將大殿同偏殿起好咗，跟住呢個幹部就病起嚟，起唔到身，上級亦宣布佢被停職啦。經佢親手創建嘅寺院弘法道場好多，曾經係南陽紫靈山寺嘅開門鼻祖、南陽拍佛寺、銅柏四溝、塔院寺嘅當家師。當佢先後到社稷來佛寺、千佛寺嘅時候，用居士供養嘅錢購買土地、擴建房舍等等，萬事俱備之後，甘心居於二線，俾弟子住持擔綱。多年前，某著名南方道場嘅弟子拜請佢去，當地各界同廣大居士久仰老和尚盛名，爭住一睹大德風采。
當場供養數萬元。但係喺佢回歸嘅時候，分文未帶，全部留咗喺寺院。如今年逾112歲高壽嘅海賢老和尚，一年嚟大多奔走於南洋諸多寺院同居士念佛堂之間，孜孜不倦咁實行住佛陀嘅教誨，將一個慈悲仁愛之心奉獻咗俾天下眾生，奉獻咗俾至善圓滿嘅佛教事業。持戒精嚴，老實念佛。賢師謹遵傳戒師戒訓，一生只持六字洪名，時時刻刻，日日月月，年復一年，冇間斷過。每日早起拜佛念佛。佢拜佛嘅時候堅持唔用拜箭，念攰咗拜攰咗就瞓一陣，醒咗再接住念，接住拜。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聖號刻骨銘心，喺大殿，喺田間，喺山林，行住坐臥片刻不曾丟失。佢經常告誡身邊嘅人，好好念佛，成佛係大事，其他乜嘢都係假嘅。2012年中秋嘅一日，賢師正喺度劈柴，幾位外地嘅居士到寺院念佛，大家求老人家慈悲開示。賢師一邊劈柴一邊就講：冇嘢可以開示嘅，好好念佛，世上無難事，只怕心不專。又笑住同大家講：我呢間係小廟，食嘅係苦嘅，着嘅係補嘅。你哋嚟呢度要能夠受苦，能夠受苦先至能夠了苦。你唔嚟，我唔怪；嚟咗就要守我戒，去到邊度要守嗰度嘅規矩。先輩尋常語，人間未見書。眾居士不約而同齊念彌陀聖號，深感震撼。一團茅草亂蓬蓬，麥地燒天麥地空。針刺滿顱灰骨篤，慢騰騰地暖烘烘。老和尚嚴持戒律，道心堅固。文革裏面，紅衛兵責令寺院僧眾一律回原籍還俗，幾次強行將佢趕離寺院落山。佢又幾次偷偷返嚟寺院，最後被發現之後，強制送返塘河老家生產勞動。當時唔俾念佛，佢就喺心裏面默默咁念；唔俾拜佛，佢就喺夜晚偷偷咁拜。後嚟形勢稍一鬆動，又趕返去寺院，唔能夠公開活動，全靠喺山上挖野菜、食野果、飲清水，艱難度日。就咁樣過咗一年又一年。多年之後，當弟子問起師父點解堅決唔肯還俗嘅時候，呢位並未讀過書嘅老人竟然脫口而出幾句說話：學道當知心是佛，修行應以戒為師。出家再返家，不如不開花。文革結束之後，來佛寺嘅居士到塔院寺迎請賢師前嚟主持正法，恢復道場。
飽經磨難嘅言師深悟，只要兩腳着實，不求門庭好漢，先至修葺起大殿3間同西廂房嘅羅漢殿3間，所供奉嘅聖像都係泥做嘅。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機，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2008年秋天，言師喺傳衣缽俾印智法師嘅時候，再三囑咐咁講：不怕冇廟，就怕冇道；不龍不核，不配當家。古德講：養成大絕方為巧，學到真如始之宜。用喺言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淨下空老法師讚佢係海會聖賢。有一次，佢喺南洋六方佛堂拜佛，居士講：同你放一尊佛像喺屋企裏面啦。佢講：我燒香主要係將自性佛掂出嚟，就成功啦。2012年10月，老和尚喺世間嘅最後幾個月，南洋嘅一啲居士對老和尚進行咗一次訪談。有人問老和尚念佛嘅感應，佢話：乜嘢感應稀奇，唔好求，乜嘢都係自然先至好。老和尚又若有所思咁透露天機咁講：念佛啊，我每日夜晚喺念佛嘅時候，只係見到床上床下，屋裏屋外都係人，塞到成屋都係眾生喺度聽我念阿彌陀佛。到咗早晨起唔到身嘅時候，就聽見有人喺耳邊嗌：快啲起嚟念佛啦！真係妙極啦！我冇返過一日學，唔認得一個字。上山剃度之後，師父就叫我淨係念阿彌陀佛，叫我明白咗唔好亂講，唔能夠講，唔好指手畫腳。我而家100多歲啦，要往生去到西方極樂世界。老佛爺阿彌陀佛係我老和尚嘅根啊！我同老佛爺求過幾次要跟佢去，但係老佛爺都冇叫我跟佢去，講我修得好，再活多2年，做個樣俾大家睇。當居士問起言師念佛有咩境界嘅時候，老人家付之一笑，絕口不提。佛門歷來嘅規矩，宗門忌諱說境界，教下不許談功夫。當年玄英法師亦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步不遠人，切忌形影迷頭，向外尋覓。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當。由此可見，言師至此已非彌陀門外客啦。老和尚對自己往生極樂世界好有把握。我往生嘅時候唔使助念，靠自己念佛，俾人哋助念冇把握，唔可靠。若要佛法興，唯有僧讚僧。前幾年老和尚總係講：我要趕緊念佛，求阿彌陀佛嚟接我。年紀大啦，再唔走會俾人多添麻煩。2012年端陽節之前，我問佢：
你總係見到阿彌陀佛，佢老人家同你講乜嘢啊？老佛爺唔俾我走啊，叫我表法啊。我記起一年多以嚟，凡係佢創建住過嘅寺院，或者係徒弟主持嘅寺院，佢都要去住一段時間。特別要到好窮嘅圓明寺，而且呢個寺院只有一個僧人，仲係出家時間唔長嘅義僧。佢話呢個寺院特別窮啊，我去住嗰度嘅香火會旺一啲。其實去到邊個寺院同念佛道場，無形中都喺度為人演說同表法。當人哋知道佢一生食素念佛，活100多歲，仲能夠破木柴、鋤地、掹草、穿針，做各種工作，冇話唔讚嘆驚奇。唔少有緣人因為咁就進入咗佛門，都生起咗食素念佛嘅善念同精進念佛心。2013年嘅元月13日，即係老和尚往生嘅前3日，我哋帶住若要佛法興，唯有僧讚僧呢一本書去探望佢。當佢聽到呢本書嘅名稱，就非常歡喜，主動去攞出佢好珍惜嘅袈裟講：我着上呢件衣服，揸住呢本書，你哋同我影張相啦。好似佢知道呢種表法係最有意義咁嘅，完成最後一次表法。呢個係集結當代眾多宗派嘅高僧大德同淨土法門當今嘅導師淨空老法師之間互相讚嘆嘅一本書。有居士問：老人家，你知唔知道邊個係淨空法師啊？因為言師從來冇睇過光碟，點知道老人家讚嘆咁講？再來人，仲再三告誡學人，一定要善護口業，千萬唔可以毀謗聖賢人啊！說話口滿唔好啊！當我哋要離開嘅時候，我哋幾個居士就親切咁圍住喺海賢師傅嘅身邊合影。一刻，我清楚咁睇到佢滿面嘅喜悅，呈現阿彌陀佛相，非常殊勝。我無比嘅激動，不自禁咁跪喺海賢師傅面前。你老人家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記住一定要翻嚟接我哋啊！佢滿面堆笑，就講：接。我突然聞到一股奇香撲鼻，就馬上問其他人，佢哋亦都同時聞到咗濃濃嘅香味。前後持續咗大約2-3分鐘嘅時間。當老和尚送我哋走出大門嘅時候，又叮囑我哋要念佛啊，其餘乜嘢都係假噶。仲告誡我哋講：我早晨3點鐘，有時1點就起身念佛。我有時念佛唔出聲，喺心裏面念。我馬上意識到，佢嗰個係金剛持念佛法，時時處處都係禪定，都係喺度念佛啊！成師為訓，弘揚正宗。弘一大師曾有偈咁講：阿彌陀佛，
無上醫王，捨此不念，非痴即狂。言師嘅弟子親見咗老人家往生嘅殊勝莊嚴，對淨土嘅信心益加堅定。千佛子住持印涵法師同圓明子住持印榮法師，亦都表示道場以後世世代代都要專修專弘念佛法門，決唔辜負恩師嘅諄諄教誨同埋殷切期望。阿彌陀佛。一句佛號修淨土，龍禪並重度春秋。修得萬事無所求，質樸性平慈悲心，隨緣自在度眾生。身受雲法無須言，欲知時至駕鶴去。九品蓮花極樂國。立悲憫志，緬懷師風。得悉賢公安詳示寂嘅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門四眾弟子紛紛前嚟，拜瞻聖容，緬懷師風，立悲憫志，誦詩西行。喺四眾弟子莊嚴嘅佛號聲裏邊，海賢老和尚嘅法體敷坐於壽光之內，葬於來佛寺塔院。老和尚嘅弟子來佛寺住持印智法師、千佛寺住持印涵法師同四眾弟子喺老和尚歸西100日之際，為佢舉行咗盛大嘅紀念立碑法會。當地相關部門嘅領導以及河南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昌平法師參加咗立碑法會並致辭。呢個正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桃李不言，下自繫成。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來佛古寺，因師而名。師今歸去，福慧圓通。花開見佛，切悟無生。不肖弟子，拜瞻聖容。其師在來，莫捨還冥。今立誓願，我佛正盟。於師教誡，信受奉行。同心同願，眾志成城。六和道場，百引家風。廣演正法，利樂有情。師父啊，希望你早啲返嚟，早啲返嚟。當代淨宗導師德高望重嘅上淨下空老法師，得知海賢老和尚志在往生嘅消息之後，大為讚嘆，為老和尚親書對聯一副：48願一部大經，一句佛號往生極樂。82歲專弘淨土，專護正法，重返娑婆。號召淨宗四眾弟子向海賢老和尚學習，並為老和尚親書碑銘，以利後人。碑銘講：賢公和尚，佛門榜樣，不事經懺，遠離利養，嚴持戒律，四眾欽仰，老實念佛，道在平常。淨土大經，諸佛秘藏，一句彌陀，甚深妙禪。112
老當益壯，為爭贊爭，法門興旺。宏普賢遠，表法離障，續佛慧命，功德無量。自在往生，倒駕慈航。上淨下空老法師喺可言老和尚百日之際，唔能夠親自前嚟參加老和尚嘅立碑揭碑法會，親筆致函印智法師。印智法師道鑒，感謝法師相邀為令師揭碑，言淨空風燭殘年，緣未成熟，力不從心，一心只在講經念佛，恐未克功與其會，請法師見諒。令師正知正見，老實修行，護持法門，續佛慧命，大德大願，令人無限敬仰。法師等善品為志，信受奉行，六和道場，百忍家風，廣演正法，利樂有情，天人讚歎。端重道業精進，道風遠揚，法緣殊勝，法輪常轉，淨空謹具。2013年4月10日，可言老和尚喺100多年嘅住世修行生涯裏邊，以戒為師，以苦為修，道心堅固，持戒精嚴。佢質樸實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從來唔沾染虛榮頭銜。佢隨俗入緣，恒順眾生，好似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潤人心田。佢身居南陽社祺來佛寺鄉間小寺廟幾十年，龍禪並重，播撒菩提，田間耕地除草，寺內燃燈焚香，劈柴做飯，冇一日停落嚟，唔做經懺佛事，一句阿彌陀佛聖號刻骨銘心。喺田間，喺大殿，喺夢中，行住坐臥，片刻不曾丟失。佢經常同身邊有緣人講：搬柴運水，無非是道；粗茶淡飯，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係大事，其他乜嘢都係假嘅。要同我哋呢位只會清念一句彌陀聖號嘅方庵老僧相比，恐怕連趙州禪師自己亦該自嘆不如啦。六字洪名之微妙難思，喺呢度亦可見一斑。僧寶不思議，身披三士雲衣，浮杯渡海剎那時，負感應群機，堪作人天功德主，堅持戒行無畏。我今稽首願遙之，真石像提攜。阿彌陀佛，若要佛法興，唯有僧讚僧。淨空老法師總結：海賢老和尚表法的意義。一、海賢老和尚同我哋做出修行人嘅最好榜樣。佢一生老實專念一句佛號，冇涉獵其他法門。
一句佛號就係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嘅總名號。念阿彌陀佛就係念一切諸佛，一切諸佛所講嘅一切經教，全部喺呢一句佛號裏邊。念阿彌陀佛得佛力加持，心地清淨，健康長壽。112歲，自己照顧自己，精神體力同年青人一樣，一生持戒念佛。無量壽經上邊所講嘅，佢全部做到啦。睇到佢嘅表法，學佛嘅人心就定啦。信願念佛，求生淨土，必定得生，圓滿無上菩提，真正不可思議。二，老和尚嘅表法同我哋證明：第一，下蓮居老居士嘅匯集本係正確嘅，唔應該懷疑。第二，黃念祖老居士嘅集注亦係正確嘅，係正法。第三，肯定我哋依20-30年弘揚匯集本，依照呢個本子嚟學習冇錯。我哋學習大乘無量壽經科注第3回圓滿，海賢老和尚92年嘅表法同我哋做最後嘅總結。無量壽經係世尊同蓮公大士為我哋示轉勸轉，黃念祖老居士嘅注解係勸轉，海賢老和尚係作正轉，三轉法輪都喺我哋面前，我哋能夠唔信咩？三，老和尚為我哋末法時期喺鬥爭堅固嘅時代，開闢一條往生極樂世界嘅大道，就係一句阿彌陀佛，萬緣放下。一個人默默咁認真苦修，心裏邊清淨平等自在，幫助一啲苦難眾生。佢真有智慧，真有定功，乜嘢都知道，但係唔講。吃苦耐勞，忍人所不能忍，從事農耕，自給自足，名聞利養一啲都唔沾染，所以冇人干擾，冇妒忌障礙。海賢老和尚嘅光碟要日日睇，每日睇3遍，一年睇上1000遍，每日念10000聲佛號，確實能夠堅固我哋嘅道心、信心、願心，決定消罪業，決定往生淨土。老和尚最後嘅發表完，阿彌陀佛就接引佢往生。佢將呢個使命交俾我哋要繼續表法，如法修行，要做出念佛人嘅好榜樣俾世間人去睇。